各位听委说，咱们各位那个，咱们那个，各位走掉，同修在掉，大家早安。目前人早安。那是否咱平时的今日可能女性的，可能一年4班的青少的这个训练班。当然，这个青少咱的女性的内当中咱的班处，你上今日都无的班处有啥子班，但是呢，老哈一班就是咱第20班叫做青少训练班。那因为咱有阵时伫咱书本的内底当中，拢袂当了解到这种的思想。什么叫做青少？什么叫做青少？这个青少，就是讲这个青口一上。那青口一上，不是叫你食菜，不是叫你食菜。那食菜讲叫做食菜一上，不是叫做青口一上。那因为叫做青口一上，就是你甲恁讲，咱今日青口就是已经进入咱修道的菩萨界，菩萨界论。那这个菩萨界论的讲起来，这是好定的思想，好定的思想。会使讲，咱修道咱修道学道，爱要袂失定。咱嘛经过这个修道青口，甚至有一寡人拢已经因为大参加班去。我咱即摆还有7年，无开到这个大参加班啦吼。也有一寡人，一寡同修，以这7年来拿青口，无入到这个大参加班。因为这是咱青口，咱修道上大上重要的3大关卡。第一叫做修道，第二叫做青口，第三叫做大参加班啦吼，大参加班这叫做3大关卡。咱今日这上咱青上叫做菩萨界上来讲。这个菩萨界，这个赞助，因为一定要依靠迄个经典的赞助。如果咱今日咱修学道，那就离这个咱打球道，咱用着迄个天人法、1000法，完全用着这一直咧甲你看咧甲你教。我人生的道理，做人处事的道理，这就是种叫做1000万。但是因为当你有一个赞助，一定要甲你扭起来。你想讲伫佛陀内底当中，伊有叫做四谛法，有叫做12因缘法，叫做菩提欲多万缘法，这叫做伊的赞助。咱今日这个青口，应该离这个菩萨，应该叫做这个欲多万缘法的这个赞助，到这个赞助的内底当中，咱若无了解经典，咱若无了解圣人，伊咧讲，就老师咧讲，道德经到底道德是咧讲什么物件？咱完全若无去了解这个这个事义，有点啥？咱虽然讲，我就甲人参考，我嘛甲人参会，但是因为我生活的意义的内底当中。我安尼是修道有定，那安尼是不是讲，咱今日人世俗生活咧讲也样的对办？因为咱讲，因为我家己拢无要提升起，当时我会记起离佛陀，伫迄个第12章的内底当中，已经出现过这起经结婚的内底当中，伊啥讲出过？伊讲。如来是违法大乘者说，违法最上乘者说。如来是违法大乘者说，违法最上乘者说。那安尼甲听起来，咱各位，咱今日是大乘，甲你最上乘。若有人受持徒上初经，如来实地是人，实见是人，但你成就不可量、不可称、不可变、不可思议无极。咱个听出话话，这叫做无上的物件。
可思议，不可轻，无有边，不可思议无边。这个物件唔是由咱用世间的福分会当来做代理的。这个世界各地拢用迄个不可量、不可轻、无一边、不可思议无边，安尼听有无？你讲因为这达到每一天啊，迄个无相情深微妙法，迄个无相。啊，既然咱达到迄个无相，哦，咱咧学无相，咱咧已经进入到迄个清相迄个意境内底当中，咱当做有地位，啊，无想要变去，啊，无想要变去啦吼，无想对经典的事实内底研究，啊，那安尼当中，咱是毋是分啊？虽然讲啊，咱已经参考，啊，咱一世人远在是啊，到底有地位，离开的时阵啊，你想一切的时阵啊，这个天地乱，啊，那安尼，虽然咱求道，咱参考，咱大忏悔班，好。但是咱心理真正就是世界，咱已经有迄意见，这是对咱家己真严肃的物件。后边有人讲，如果你来到达到这个意见，如是人定，即为阿当如来阿妙得了三藐三菩提。咱今日会当对经典的实际去甲了解，因为圣人在讲是在讲经典，圣人在讲是在讲实法。迄个经典，伫咱社会来讲是经典作，经典作。这个经典作，换一个解释讲，零万劫而不变的物件，就是讲这两劫，伊千种，伊无可能变的物件。你甲学伊的物件，离到这佛陀2500人的，这完全的，伊的经典无对一个人，他去甲改变伊一字的语义，无。对一个人他改变是，你想到这个5000年，有啥物人讲改变伊一字咯？你改过，无人要甲你相信，嘛无人要甲你接受。咱是不是讲，咱老祖讲的道理，到讲啥物人讲道理？那有是讲啥物人解说老祖的道理？依照老祖的这个，伊这个本文，因为伊这个本文内底当中，那伊咱。凡俗凡夫的众生，要去了解伊较深的事实，恐惊有困难。因但经过善知识，在善知识，安尼解开伊内底的事，互咱了解。啊，若了解了后，如是人定，这个人，那他阿当得如来阿妙得三藐三菩提。换一个解释，那他阿当得如来的业。咱现日一群人提出，咱有了解咱的老祖师的想法，了解咱济公老师一些想法，咱若会当透过着这物件去甲了解，咱当有资格来去学当着咱老祖师，咱师好伊的这实际，咱就法度去学当，了解伊物件，你就法度去甲传言物件。各位，我一个人无了解公司的产品。我靠走去推销公司的产品，无啦。比如讲今日我做保险，我做保险，我做保险，我都无了解保险公司推出来，伊的产品，嘛无了解伊的内容。我靠，我容易推销这个保险的产品，无啦一定我容易推销。因为人家讲，我唔捌了，我唔捌要推销，若安尼当中，我请问你先保公司登记哦，人家要甲你看出来，敢是？但是咱就知影，咱今日一世人，咱投资伫道场，咱投资伫修行，咱投资伫咱弥勒祖师的观想，咱投资伫咱济公老师大师尊的这个道理，咱今日敢袂使无了解咱老祖师？会当了解圣人的物件吗？绝对袂当无了解。甲咱讲起，因为所谓经典，咱有经这个想法，咱起码咱别人袂出。而这时阵，咱的时阵啊，听无去，的时阵啊，讲迄老祖师的物件，还是讲师的物件，咱听咧讲老师的物件，听咧讲这个释迦牟尼的物件。咱有经典，有经典有这个疑问，
但是我故意我甲你报告，其实伫大乘，什么叫做大乘？伫大乘生活的内底当中，拢是通用的物件，拢是贯通的物件。因为伊无迄个无贯通的物件。哦，比如讲，咱是圣经，哦，一切法，一切法，你诸法上，你圣经讲，诸法上一切法，哦，迄个诸法在自性中，诸法甲一切法有些相无，诸法甲一切法是拢同款的物件，诸就是一切的物件，叫做诸，注意遐个之外，一切遐个之外有些相无，但是拢相像，但是因典的民俗，你有点像是圣经伊的民俗，甲你金刚经伊的民俗会无相像，甚至甲你道德经伊的民俗无相像。但是意义是拢相通的物件，你莫怀疑，因为圣人所讲的物件当中是安怎你要学老师的，你要学释迦牟尼佛的，其实咱咧学的就是讲圣人共通的一个这个心性的这个法门。哦，所以咱今日那真正咱这个通，我想讲一句话，大乘法来读一切经典拢会通，无对一本你会通的。比如讲，咱先讲，咱当时咱做会员讲，好，何其自性不自清净，何其自性不自苦教，何其自性不生灭，何其自性这个四分一灵，好，那安尼这物件，伊咧讲这物件，咱来想看下，伊这讲这物件是讲什么物件？这个四分一灵，你爱了解伊这文字内底当中，伊的意义是讲什么物件？你若文字一句一句来解说，你若文字一句一句安尼来解说，你解说的到底，你会感觉足火气。什么叫做本？本就是讲伊的这个本源，迄个本就是讲伊的空性，伊的空性何其自性，不自清净，不自苦咒，不生灭。这个灵性办法，因为一切物件内底当中，头前一句是咧讲空性，但是后边句呢，灵性办法，这个灵如果伊若拢讲空的物件，拢讲空的物件啦吼，那安尼当中呢，会互你讲到怎呐断的空气，怎断灭去做空无去就对啦。你若拢讲灵，无讲这个空啦，完全的讲法拢讲有去啦。无空啊，就必须讲，安尼当中你一字空甲一字有，这拢对。圣人咧讲的道理就是，伊绝对无道理，一个空会无字有。比如讲，刀是咧讲什么物件？刀是咧讲有有伊的实相的物件。毋但圣人咧讲，大道无形，心恶天地，大道无形，运用无法，大道无形，永永万物。我不是机灵，我就重要万种。迄个无的内底当中，伊本来毋知用什么名词来甲讲，因为我用名词去表达的物件，安尼叫做啦，安尼叫做道，叫做本源，叫做自性，叫做空性，安尼啦。但是你空性，咱走出一种的叫做啦，迄个妙有叫做德，德啦叫做德，德就是讲迄个妙有的东西。是所以迄个妙有，你大家做哩空，无产生迄个妙有出来当中，变成迄个道，你讲啊怎死去？道你讲啊死去啊！所以伊是咧讲空有不离的道理。什么叫做空有不离的道理？空不离有，有不离空。像你圣经来讲什么物件？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是空，空就是色。色空不离，这个物件它是不二的。如果你今日若拢讲明空，拢一直讲明空，空到尾啊变空，这个有到尾啊咧，无所有，咱变成两项拢做唔对，敢是安尼？各位，咱这间厝有离开空无？咱今日这叫做空啦，但是因为这个空若无这个有甲空了咧。各位，咱这坐伫遮，拢做绝对，拢总坐伫头中啦，可能你慢慢坐袂了啦。
厝拢规个起互低起，拢个空互低，互你弄袂入啊，安尼叫做有啦，拢无空啦。这个厝的当中，地大是咩？袂大钱啦。这道理你听有无？圣经咧讲的物件就是这个物件。你这叫做马体对不对？马体，但是马体内底当中有一个什么物件？有一个空性。迄个空性内底当中，互你无法度用目睭，互你无法度用耳孔去甲听到，互你无法度用鼻去甲听出来的物件，叫做不心不过，不心不休，不过不静。这个物件无迄个清净的，无迄个无清净的，无迄个空的，无迄个无空的，这个自性就是遮尔个奇妙的物件。但是咱学就是咧学这个物件，咱何以自性本自清净？咱何以就是当时，咱迄个老祖师这两个我们祖师咧甲人做事证道的时阵，伊用金刚经的一句话讲：应无所住，暗心其心。伊说一句话，应无所住，听好，疑心疑心，这是金刚经的第5本内底当中讲出来。各位，应无应什么无？要自心物件。伊是应无，不是应有。迄个无就是你会了解迄个实相的物件，叫做应无。你以迄个无内底方式为主，你的生心才当生菩提心。你若应有一个复杂心、五万心、5种思想心，你生出来的物件就复杂作些啦。应无所住叫做空，疑心叫做有，安尼叫做空有不住的物件。咱后边咱的这个作为安尼答对，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一切万法叫做有，不离自性叫做空，有无？因为圣灵伊咧对的物件，拢绝对无偏离一个部分的物件。所以今日要学到这点，嘛是因为你爱对唔通去执迷，完全去执迷空的物件。因为伊内底当中有一个德，德是本来的行为，本来的行为。而道内底当中是本自具足的物件，而道德所流出是本来的行为，就是讲，因为火车，伊本来袂使离开的这个轨道，火车若离开轨道，叫做火车挂马，叫做率性之物，袂使离开伊的道，得离开伊的道，叫做无得，道若离开伊的得啦，迄个道叫做无得。咱这个人若无得，咁难得讲，人讲这个人当中啦，已经失去德啊，无良心啊。所以呢，今日就咧学道这个部分。不过，因为老祖内底当中，非常少内底当中，是拢上个用嘛是讲相对，拢讲即对，伊绝对无讲第一边。你若甲听第一边了后，你听到袂通做复杂。所以这是咱学这个小小的感受啦，因为今日这个学的时间大约在40分啦，这个是耽误了讲师的时间今日的感受大家拢真优秀咱听着今日的感受，可能到底经的时阵来甲咱注意啦咱最后祝福咧这个修得有成法律强化道路空间。好，谢谢各位，谢谢。大道行止。感谢父权人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